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去欧洲演讲，争取战机。欧洲议会议长呼吁各国要开始考虑提供航天系统和飞机。土耳其大地震已经2万1千人死亡，台湾的搜救队发现的第3受困者已经救出来啊！加上是激动甲队员南烈写读写。德国一个爱走马拉松的民众连续走86天，走5000多公里，走遍南美洲秘鲁，平均是每天拢会走超过200公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访问欧洲行程是有够无闲，2天就走3个国家。昨日是雄雄去访问英国、法国甲德国的领袖，昨日已经到比利时啊，去欧洲议会演讲。这是战争了后，泽伦斯基第2届出国访问，拢是呼吁国际继续提供武器给因。泽伦斯基是讲，伊唔那是为着家己咧战，嘛是为着规个欧洲咧甲保护。目前国际已经送袂少武器过去啊。战车、飞弹、防空系统拢有，即摆乌克兰要讨的是战机。不过有战机，就代表讲乌克兰有主动攻击的能力。惊讲这战争会阁愈扩大，所以进前真侪国家拢无答应要送战机。这回泽伦斯基访问欧洲了后，英国是答应到训练战机的飞行员，嘛会考虑送会当射长途的飞弹。欧洲议会议长嘛开始讲，各国已经要开始考虑提供航天系统甲战机给乌克兰。泽伦斯基阁讲，已经有领导人已经答应要提供武器。除了武器，泽伦斯基嘛正咧争取要让乌克兰加入欧盟。乌克兰去年6月加入欧盟的候选国，不过要正式加入，恐怕爱阁等几落档。也是无放松，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战后第2摆出访，且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伫欧洲议会受到全场敲开拍拖的欢迎。States must consider quickly, as a next step, providing long-range systems and the jets that you need to protect the liberty too many have taken for granted. 欧洲议会议长首先向乌克兰来致意，泽伦斯基是强调，乌克兰将来甲欧洲斗阵来抵抗俄国的历史性侵略，呼吁欧盟赶紧来展开乌克兰入欧的成员国谈判。Ми наближаємось до Євросоюзу. Україна буде членом Євросоюзу. Україна, що перемагає, членом Євросоюзу, що перемагає. 战事爆发了后，乌克兰真紧提出入欧申请，并且伫去年6月加入欧盟的候选国。不过要正式加入欧盟，也需要几2年时间。泽伦斯基随后也甲各国来进行多边也是双边的会谈，并且表示已经有几位欧洲的领导人准备要提供战机，也不过伊无讲是倒一寡国家。伊同时也强调，欧盟应该对俄国的经济制裁扩大到 IT 的领域，来主动莫斯科生产导弹。伫泽伦斯基快速出访的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对国内航空业者发话，强调俄国对西方制裁有坚持条例，今年经济温和来成长。Имею в виду и снижение объемов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уровень рынка труда, состояние рынка труда. Но в этом году по всем показателям небольшой, но рост ожидае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нами. 普京也指控是乌克兰挑起敌对行动。同一天，俄罗斯国营核能公司讲，会伫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来设立安全区，防止发生核能事故。俄罗斯甲乌克兰开战了无偌久，俄国公司就接管扎波罗热核电厂，期间双方拢讲对方来攻击，有可能引发辐射威胁。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按算伫咧3月中，所有的所在都拢唔免挂嘴暗啊。3月是日本的毕业季，首相菅义伟同就表示，希望今年的毕业典礼，囡仔拢会当唔免挂嘴暗，看到对方的笑容。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对中国入境南韩的确诊比率降低，南韩的防疫部门是正在考虑提早取消发签证给中国人的限制。英国《泰晤士》报道，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访问英国了后，英国是考虑要提供反舰飞弹甲地对空飞弹给乌克兰。乌克兰表示，乌军会用这款飞弹反攻克里米亚半岛。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土耳其安塔基亚伫咧基督教的历史占真重要地位。不过，规座城市所有的文明遗迹，拢因为这边的大地大风涌起。
上尾是华盛顿邮报为了调查前美国总统 Trump 敢有牵涉2021年国会暴动案，司法部是发传票给当时的副总统彭斯。彭斯若是出庭作证，绝对会大大影响2024的总统大选。接落来关心统计局大地震消息。咱台湾搜救队发现的第3个受困者，一个30多岁女性已经顺利救出来啊！加上是激动卡卡，台湾的搜救队员南烈士多谢。虽然黄金72点钟已经过啊，也是陆续有人去互救出来，算是灾难当中上好的消息。另外，台上的第2批救援物资已经顺利送到灾区，预计是逐天都会送1批过去。不过有真侪所在路拢放弃，司机要送货实在是真无简单。买点。总算甲调伫内底30多岁女性为倒去的建筑内底救出来，赶紧送医。统计大地震赶去当地支援的台湾搜救队，佫传出好消息，将近12点钟，总算甲完成第1条的查某囡仔救出来。这原是咱国搜救队发现的第3个倒伫内底的人。查某囡仔家属甲台湾搜救人员揽一个，真感激。另外，同一个灾区也陆续传出好消息。其他国家搜救队原有找到换掉的人，虽然黄金72点钟已经过啊，不过搜救工作嘛唔敢停，都是希望一旦赶紧找到，抑佫伫咧等待救援的性命。这届台湾搜救队，互人分派去 L5区域，当地有4栋大楼倒去，差不多50个统计民众失踪，搜救环境复杂，后面代表有来台湾队基地，表达高度肯定。另外，台湾搜救队副队长和日本人认出捌参加311日本地震救援。我特别感谢我的队员这一次随我到土耳其来呢，尽心尽力的在执行各项的指派的任务。今仔水陆续装起的货车要赶紧送去灾区，让灾民有清气的水通啉。统计局台湾商会募集到第2批救援物资，以水是无甲电池这的照明设备为主，已经送到灾区，不过运送过程真正是大考验。路面很多都已经崩塌了。那很多司机是绕道，反而他要送进去时间以前，可能路程可能1-2个小时或者3、4个小时，他必须可能要花到 double 的时间才能进去。台湾商会继续维持逐天1批救援物资送入去，也有灾民伫大地震及时逃出来，亲人伫调2天了后，互人救出来。一家伙开车赶到丽伊汉乐市的台湾中心，会当暂时安心。Yeah, in 1 minute, like the whole building has been like broken down to floor. We were in the 7th floor. When the wall has been like broken and I can escape from the wall and take my children through another building that is totally like broken. 副总统赖清德原来到统计局驻台办事处慰问，卫福部统计局赈灾专案车早开始，超商原来甲卫福部合作，提供民众会当即时捐款。到车到下晡5点，接到捐款8148笔，8353万元，各界爱心钱也是一直汇入来。记者综合报道。这场大地震到今已经21000多人死亡。咱会当看到灾区也是有真侪家属伫咧现场等待奇迹，望过家己失踪的亲人会当平安互救出来。不过，世界卫生组织 WHO 是警告讲，天气是接落来上大的敌人。但是救援物资拢送无到位，连互救倒来一命的灾民，拢要面临第2场无情的灾难。规模7.8的强烈地震过了后，第94点钟，加治安泰普灾区的搜救人员，甲17岁少年科尔库特为崩塌的建筑内底救出来时阵，等伫边的妈妈甲兄弟啊，大家欢喜甲拍扑啊大声喊，累积4天的烦恼甲压力熊熊消失。看到后生平安无代志，也过当讲话，科尔库特的妈妈真激动，对镜头讲话。科尔库特互人扛起了救护车了后，甲记者讲，伊调伫公寓的地下室有活动空间，这时间伊是靠啉家己的药才活落来。Kendi tuvaletimi yaptım, tuvaletimi içtim hayatta kalmak için. Böyle hayatta durabildim yani Rabbimin sayesinde. Ne hissettin aşağıda? Abi yalnız ya sizin gelmenizi bekledim aslında sadece tek başıma. Siz de geldiniz Allah'a şükür teşekkür ediyorum hepinize.
即届伫土耳其南部甲叙利亚北部两个所在100年强烈地震，四天大大细细的地震过1509届。除了当地的紧急救援队以外，50外个国家、16个国际组织，拢总有121000人伫个灾区进行各项救援工作。黄金72点钟关键救援期过了后，地震了后第80点钟、88点钟、90点钟、94点钟，拢也是有掉伫内底人，互人救出来消息。不过灾区瓦近摄氏0度的气温，几落万的灾民拢无通住。世界卫生组织提到警告，若做救援物资未当赶紧送到位，灾民恐惊面临第二场无情的灾难。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特别指出，目前所看到的也毋是这个灾难的全部，因为10年雷震的影响下，叙利亚差不多已经全毁。详细灾情，外界也无法度真了解。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前几天啊，咱有报道一个伟大妈妈伫咧土角下骹拼命目囡仔生出来，妈妈却不幸过身。一个红婴仔互救出来时阵，大灾大也搁甲因妈妈连做伙。一个红婴仔即阵已经号名，互因职工收养。即个大地当时有真侪幼囡仔互救出来，爸母煞过身，真做孤儿。另外一个重灾区叙利亚嘛有共款的状况，不过伫咧叙利亚即款散车国家，有真侪亲情是连家己都饲袂饱，根本都无才调收养即寡孤儿。正出世3天，怎么还阁住伫咧保温箱内面的阿爷，身体情形是愈来愈进步。阿爷这个名意思是来自真主的神迹。البنت الحمد لله وضعها أفضل، جرينا الصور الشعاعية مشان الكدمات على ظهرها، طلعت الحمد لله ما في أذيات، البنت وضعها كل يوم أفضل من يوم。阿爷虽然自倒来厝内面，互人救出，迄当阵伊的大仔甲妈妈还阁连掉的。厝边一位妇人人替甲大仔加断了，赶紧送病去，以后将会由伊的职工来收养。这边土耳其甲叙利亚强烈地震，有真侪甲阿爷同款的地震孤儿。医生甲专家讲，伫这种情形下，大部分的囡仔是由亲情收养，也毋过这款亲情也有家己的家庭甲生活爱照顾。因为搜救工作还阁伫咧进行，目前也无法度确定地震孤儿到底有偌侪人。伫咧叙利亚西北部一间病院，7岁阿布多被待50点钟了，互人救出。住院的期间是一直哭一直闹，查讲妈妈爸爸伫咧倒位。مؤثرة جدا بالقصة كان عائلتها جميع أفراد عائلتها متوفين。目前伫咧叙利亚由反抗军控制城镇阿扎支付军，一个由非政府组织成立的临时孤儿院，收养差不多40个囡仔。互人真伤心的是，叙利亚人伫咧面对甲处理孤儿的情形是真有经验，因为自2011年开始的内战。几落10万人死亡，也产生真侪孤儿。东灾区伊德利布省的官员讲，目前情形真混乱，还阁无法度掌握地震的孤儿偌济，情形如何，更加免讲所落来照顾甲安置的问题。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有一个德国爱走马拉松的民众，去年11月开始招骗南美洲秘鲁，连续走86天，结局是走5170公里，这平均落来是逐天拢爱走超过60公里。太平洋的海花到风景真水的安第斯山，对世界拢是西班牙殖民时代建筑的首都利马，到各远各山的小镇，咱互即个对德国来真爱极限运动的萨瓦斯科班欣赏甲真欢喜。伊即阵走甲真远的旅行是对去年的11月13开始，伊连续86天当定的走标了后宣告结束。伊当中走5170公里，等于逐天拢走超过60公里。The biggest mental challenge was the every single day, because no matter how hard the day was, after you close your eyes, the next day starts again. You know, you have to start again, and you have to motivate yourself, be patient, and I think every single day to keep me motivated. 根据国际通行的标准，若是走的距离超过一般马拉松的42.195公里，就符合超近马拉松的定义。若是以距离来算，国际之间的超马比赛，对50公里到1000英里，就是1609.344公里拢有。时间走上底的人赢，当然嘛有以时间做单位，对6点钟到6天拢有。距离走上远的赢。根据国际超马协会的统计，目前各项纪录的保持人亚历山大、索洛金和科班同款，拢是对德国来的，伊保持5项超马纪录。另外一个是希腊的库洛斯，保持4项超马纪录。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
巴基斯坦经济危机通货膨胀超过27%，国际货币基金 IMF 就要求巴基斯坦，若是要争取纾困金，就要升起油价电池。所以巴基斯坦的油唔那贵，有的所在佫限制加油量，一届敢若会当加2公升。巴基斯坦即阵要争取的另外一笔预算协商已经破局啊！外汇存底开了，债务完全还袂起，是真有可能会破产。其实巴基斯坦毋是头一个拄到经济危机可能会破产的国家，嘛是世界上界先进国家之一的冰岛，伫咧2008年金融海啸3大银行拢倒，慢慢面临破产的危机。也若是南亚国家斯里兰卡，因为疫情战争侪原因，去年已经正式宣布国家破产。即阵，伊嘛是要争取 IMF 的纾困，政府是宣布要加扣税。伫加油站头前，真侪民众拢排队要等加油。即个骑奥多巴的含加油站的员工起冲突，因为限制敢若会当加2公升。मैंने अभी इनसे कहा कि मुझे टैंकी फुल करनी है मैं हमेशा टैंकी फुल करवाता हूँ तो ये कहते हैं 2 लीटर से पेट्रोल ज़्यादा नहीं आपको मिलेगा मैंने कहा किसने मना किया कहते हैं हमें मना किया 经济规个放弃，就要破产的巴基斯坦，为着摕到国际货币基金 IMF 上新一轮的纾困金，顶个月甲油价调起15%，即马毋但是物价一直起，佮面对无油通加的困境，民众一气敢骂，政府应该爱管，逼官方较紧澄清，目前国家的燃油库存会当维持至少20天，禁止业者趁这个机会囤货。आप ये बंद नहीं कर पाएंगे, आप जखीरा अंदोजी नहीं कर पाएंगे, आप लोगों के हक पे डाका नहीं डाल पाएंगे। ये हमारा रिजॉल्व है और अगर आप करेंगे तो आपको इसको बड़े सख्त कॉन्सिक्वेंसेस बेयर करने पड़ेंगे। हम आपके लाइसेंसेस मनसूख कर देंगे। 虽然想要安打民众，但是巴基斯坦和 IMF 上新一轮的纾困谈判，但是无达成协议。IMF 是要求巴基斯坦提关税基，而且佮调起汽油、电力和天然气的计数。总理夏利夫承认，这挑战实在是有够困难。分析指出，巴基斯坦若答应，国内一定会强烈不满；若无配合，嘛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两个拢对执政党伫10月中会举行的全国大选无好处。当咧接受 IMF 纾困的斯里兰卡，因为有承诺讲要实施缩案的政策，而且加倍征收个人的所得税和企业税。人民因为通货膨胀过得真苦，一堆人出来抗议。අද මේ මොහොත වන විට තෙල් සංස්ථාව වරාය විදුලිය ටෙලිකොම් ජල සම්පාදන ඇතුළු මේ රටේ අත්‍යවශ්‍ය සේවා සියල්ලම අද මේ කොටුවට ආවේ රනිල් වික්‍රමසිංහගේ 斯里兰卡伫去年9月是和 IMF 达成4年纾困29亿美金的初步协议，当然减公共服务的支出，大大提高税收来增加国家的收入，嘛甲了钱的国有企业卖掉，公司新闻张惠敏评论。中美洲的国家尼加拉瓜总是将224个政治犯赶出境，这当中有包含5个前总统的候选人，佮有现任总统的反对者，互人真怀疑讲，就是当局要甲反对派弄清掉。尼加拉瓜的中国是表示，这寡政治犯背骨，所以夺走因的公民身份，要甲因赶出境。也若是美国国务院是表示，这寡政治犯会当用人道主义做理由去美国，不过是干那2个人不愿意去。这释放受犯的家属，伫个机场真欢喜唱歌、拉曲咧画自由，因为总算会当含这个亲人来见面。尼加拉瓜找到释放224个政治犯，并且讲已经把这个叛徒甲赶出境。这个释放的政治犯内底有包含5个前总统的候选人。啊，阁有现任尼加拉瓜总统奥蒂加的反对者，被祝家属来到杜勒斯国际机场来迎接真久无见面的亲人。Súper nerviosa, habían días que perdía la esperanza, pero mi papá siempre nos mantenía con la cabeza en alto, siempre toda la familia con la cabeza en alto, y ella misma también, ella nunca perdió la esperanza. 不二个，尼加拉瓜的政府表示讲，会来剥削这个防放期的受犯的公民身份，来阻止这政治犯因转去了后会组织叛乱。反对党的领袖查莫罗伊是控诉讲，伫个移防拘押的期间，拢无和律师来记接，就去互判刑13年，去互剥削宪法所赋的权利。Eso lo conocimos de sorpresa en el vuelo de que habíamos dejado de ser nicaragüenses. Obviamente que un trámite de esa naturaleza no nos quita la nicaraguanidad que tenemos, sino que nos sentimos mucho más orgullosos y más comprometidos con Nicaragua.
美国国务院对年国释放政治犯表示欢迎。这个方释放的政治犯，稳准以紧急人道主义的理由会当入去美国。上几尾敢若有2个人选择讲不爱去美国，还佫有无徛名的美国官员对路透社来表示讲，奥地利毋望会当透过安尼做来改善甲华盛顿长期的对立关系。不如个奥地利煞尾就随好人讲，释放政治犯是和美国政府谈判的一部分。But I will say that our sanctions and other restrictions remain in place, even as we hope that this is a step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Nicaragua can build on going forward. No estamos pidiendo que nos levanten las sanciones. No estamos pidiendo nada a cambio. 事实上，美国过去长期来干涉尼加拉瓜的内政，甚至还有扶他恐怖组织康特拉，伊想讲要来推翻英国的政府，期间还有发动1300多遍的攻击。虽然讲国际法庭裁定讲美国违反国际法应该就要赔偿，不过美国已经动用联合国安理会的反决权，到今拢还未对尼加拉瓜来做任何的赔偿。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南非开普敦的海域有真侪海拔，有不少游客是专工去唱水甲海拔活动。不过最近这半年，却是一直传出海拔咬人的事件。科学家就表示，因为海水温度升高，海草生团放出毒素，怀疑海拔是因为中毒攻击性才愈来愈强。伫港口头额正悬的白日，看起来正古锥的海拔，一直是南非开普敦出名的招牌。不过最近当地山小连续出现海拔攻击人的事件。美国女演员泰勒年初伫海拔游泳的时阵，就叫海拔加几落下。And I just saw a very fast-moving dark shape come up to me, and it made contact with my arm and elbow, and it bit me. 3 bites on this finger, 2 bites on this finger. Is the other man not taken the seal off of me? That it might not have had as good an ending as this. It may have been worse. 构成温顺的海拔，哪会常常会加人力？科学家到当地查看，发现最近因为气候变迁，海水升温，致使海草、细只生物大量生团，形成红海水。这个时阵，部分海草会产生毒素，例如海拔食到含毒素的贝类，也是鱼仔，可能因为安尼中毒，都较敢攻击。They choose to not run away from danger, but rather run straight at danger and take it on. And that's been seen worldwide for several months after each domoic acid incident. 较早，美国加州甲纽西兰由海拔中毒了后掠光的事件，南非政府即马呼吁游客最近爱避免挖近海拔的生态地，较袂去攻击。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巴西有一种看起来门是碰西西，色水是金色、真珍贵的金丝面膏。本地因为生态地方破坏，数量就一直在减少。这几年因为黄热病疫情已经强要济种啊。科学家把原本人咧做的幼苗改良了后，予金丝面膏做，这是全世界头一届用做幼苗的方式救咧要济种的野生动物，效果真好。不过这嘛是引起人类插手自然生态争议。规身躯拢是感仔红色，看起来阁小可金金的毛。这种主要生活伫南美洲巴西的树林内的猴，叫做金丝面猴。因为生活环境受到迫害，1980年代，互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作濒临危险的物种。2016年，巴西爆发黄热病，造成750名人死亡，有将近1/3的金丝面猴嘛感染着黄热病死去，全部只剩2500只左右。伫波斯达斯安塔斯的生物保护区内，情形搁较严重，400只死甲敢若剩32只。为着要避免金丝面猴真正绝种，当地科学家为2021年开始，用甲过去无共款的方法来保护这个猴。科学家伫笼仔内放金蕉来生这个金丝面猴，掠到了后，先帮因抽血，做各种的检查。然后就甲改良过，原本是互人做的黄热病疫苗，摕来注入去金丝面猴的身躯底，做过疫苗的猴身躯顶会防做记号，才可甲因放转去原来的树林内。Around the monkey number 30 that we saw that there were no effects, we started thinking that, all right,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work. 经过一段时间了后，科学家佫甲做过疫苗金丝面猴掠来检查，发现有9成以上的猴拢已经有免疫力啊。黄热病无佫继续传，金丝面猴的数量嘛保持真稳定，代表这个计划非常成功。
这是全世界头一个透过做疫苗的方式保护野生动物卖绝种的计划，但是嘛引起一寡争议。人类到底是毋是应该用这种方式介入去自然生态？ They seem very strong interventions. They may be necessary, but you have to think about it when. Always have to think about when is it better to intervene than not to. 科学家表示，事实上，大部分的绝种的动物，拢是甲人类的生活空间相倚的物种，所以要安怎互人类甲这动物会当共同生存，是保育界上大的挑战。记者甘延恩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